日期12月11號。天讚美神禱告文。聖經經文有4000人作守門嘅，又有4000人用大衛所做嘅樂器頌讚耶和華。歷代志上23章5節。哈利路亞，讚美主，因你係叫咒詛變為祝福嘅主上帝。我所讚美稱謝嘅主上帝啊，你所做嘅奇事，並你向我哋所懷嘅意念甚多，唔能夠向你陳明。若要陳明，其事不可勝數。因此我必樂意照你嘅旨意去做。你嘅律法喺我心裏，我嘅腳必不滑跌。我要將你嘅公義藏喺心裏，你嘅信實同埋你嘅救恩必保佑我。我喺大會中未曾隱瞞你嘅慈愛同埋誠實。我嘅救贖主啊，求你唔好向我指住你嘅慈愛憐憫。願你嘅慈愛同埋誠實常常保佑我。求你開恩搭救我，求你憐憫我。願一切尋求你嘅，因你高興歡喜。願嗰啲喜愛你救恩嘅，成日就係講當尊耶和華為大。但係我係卑微噶，你仍顧念我，你係幫助我嘅，搭救我嘅。求你唔好耽延，你係我所依靠嘅。唯獨你創造諸天，有尊榮同威嚴喺你面前，有能力同喜樂喺你聖所。願你嘅榮耀傳到永遠，願你喜悅自己所做嘅。感謝主，奉主耶穌基督嘅名禱告，Amen。